立法院今仔举行新会期的调集委员的选举，民进党传出讲本地陈冠廷要选国防外交委员会调委，也毋过总调郭建民是爱新批样来做。另外，伫司法委员会，国民党团本地是要推派洪晓玲来做调委哦。伫党部协调了后，是互吴宗宪连任。交通委员会，国民党团是让互民众党的立委林国成，所以民进党是摕到8席调委，国民党7席。民众党有1席。黄仁委员、沈博阳委员2位为本月第11届第3期会期的召集委员。立法院新的会期初5举行调委的选举，调委将按议程的安排，每一届拢是调野竞争的所在。不过，民进党陷入低谷的风波，鹰派陈冠廷原底有想要竞争国防外交委员会调委，甲总调郭建民咧内乱，经过内部协调，最后由辛碧荣出来做调委。经过简单的这个交流之后，就马上就决定说，那这个会期当然就是由沈委员先来担任。总召说您挂他好几次电话，有跟他就是在那我还是一样哈，我们的说法都是一致的，就是我们尊重总召。我整个周末其实都跟冠廷都有通过好多次电话，然后讨论说，那接下来要注意什么，要怎么办啊，什么等等。那司法委员会国民党团原底决定洪晓玲做调委，不过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进前叫党内不分区立委莫乌白起诉，去用质疑是咧讲洪晓玲，这嘛互调委的名单伫上尾的时阵有变化，由吴宗宪继续来做调委。总调部坤基证实，经过党部协调，洪晓玲强调讲，伊并无受到任何的委屈。我们关系都很好，而且当召委是个苦差事，所以我觉得有人愿意继续来担任召委，我基本上是的话，其实我也很佩服。我不认为说是今天他们请我来做召委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啦，大概就是希望说就每个人扮演自己的角色。交通委员会是出现白合，国民党助攻民众党的林国成顺利摕到调委，林国成嘛当面感谢国民党的礼让。那当然，我们还是要谢谢。老大来，我们还是来跟你恭喜一下，谢谢啦，谢谢。这一届委员会8个调委拢透过推举来产生，名单出来，内政委员会吴宇婷、张丰禄，国防外交委员会黄仁、辛碧荣，经济委员会蔡耀仪、谢依峰。交通委员会林国成、柯志杰，司法委员会曾瑞雄、吴宗宪，财政委员会罗树宝、罗慧元，教育甲文化委员会郭如君、林义金，社团委员会苏清泉、刘建国。总计民进党摕到8席的调委是上侪，国民党7席，民众党1席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